一男子钓鱼时钓上一条母蛇头鱼，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垂钓者无法狠心把鱼拉上来。只见随着男子将蛇头鱼拉出水面，身上围绕上千条红色小鱼，不断地张嘴想把妈妈往后拉。鱼妈妈费力地左摇右摆挣扎着，小鱼都紧紧跟随，甚至还集体粘在鱼钩上，看起来仿佛拼命保护鱼妈妈，让人深为感动。垂钓者大概被感动，决定将鱼妈妈放生，让小鱼能够和妈妈一起生活成长。了解更多热点资讯，扫二维码或微信搜索“猪头 TV”。